适，嘛会当讲做一种的变化啦吼。其实讲起来应该有那有做的作用。那当然呢，对咱这个判讲师这个甲咱处理这个业绩医院经一科应该是第一关到第一级，嘛就第二啦吼。那当然，伊这个业绩来讲起来，咱关圣地区可能讲9万多年来经营咱所以讲呢，对于了解这个业绩，咱选择这个片段的当然也是，咱会当更加去了解这个业绩的可怕。但是业绩呢，虽然是可怕，不过这种都是过去式。那么当然，以这世无讲的话，是过去式已经是停止。伊讲咱要安怎去改变无可能。那么唯有就是用原则去抵过业绩，会当抵过业绩。所以毋当讲，咱判讲师甲咱讲就是讲，伊出发心，那么伫这个务实团当中呢，不断的会当讲一直精进着家己，会当做伊就一直做。当然毋是讲为着高低，只是讲就会当成功了了，爱一直做。那当然伫后来呢，毋是讲伊好伫倒，毋是无爱做。当然就是伊去想着伊的经济，当然去想着伊经济内底变成着，当然就无较大声安尼咧，一直持续不断安尼一直咧成功了了啦嘛有可能咧，变成就是已经是偏重于专业，先天咧会去互伊舒服。那么有人师傅呢，当然伊就用来讲，有的人变成就是真正，来甲教场的机会减少，参班的减少，你讲其他去成功了的减少，为拼后天已经拼到即种程度咧，当然就是伊所讲的，是因为发一个心要出去，渡人救人，做道有的当下，所以伊无护法是家己护法嘛。所以讲，伊的业力呢，一直我着靠伊的心。当然，你伫后天无用的当中，为了着讲拼经济，你完全甲后天呢，真正家己完全抛失在脑后的话，当然就无所谓的迄个护法神就会当去甲伊护法。那么迄种呢，就是讲伊业力是顺序而为，一种是因为无看到咱的成功意，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嘛来讲爬山迄个因缘，为啥讲叫伊无当袂使去爬？敢是无当拢爱报告？敢是安尼？毋是，应该是讲会当表演，你就尽量要去表演，安尼，伊爱的是爱报告，所以讲对了范讲师安尼甲咱提议的，当然会当互咱去了解较济，业力的可怕。那么要就用来建立咱的这个观念，上介绍上介绍所讲的，该培养家己个嘛是多得成功啦，所以讲呢，用咱获取了的这个道理，伊心嘛是建立了对咱家己当建立功德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是咱修办道当中呢，有可能咱会有意无意内底去触犯了一些罪过错。当然会当互咱更加了解。那要安怎从中内底，未来呢，咱伫修办的当中呢，咱会当更加的谨言慎行，谨言慎行。所以讲呢，有当时咱就简单一句话，无啥，不影响一个人伊无修行。范讲师伊所以尽量甲咱提出来的，当然咱就去了解了解。所以讲呢，我是一直伫这个道场上呢，一直伫咧感觉讲真正重要的部分，真的都是在谨言慎行的这个情形。有当时
咱讲自己有哪爱有地位啦？有的人拢感觉讲我讲不要紧，尤其是签号以上的吼，拢想讲我讲无要紧，甲讲互人，各位浅显，伊互他修得到即摆来，或是有一个浅见，这种方法是不通的，是行不通的啦，不是得到肯定的来下的，这是或许到目前的一个结论，家己啦，当然各位浅显啦，感觉讲一定就爱安尼想，当然或许也没办法啊，只是或许的一个情形，所以讲呢，咱一定爱刚有变见，但是着重点就是在国度。我感觉讲，你人缘都较无够生活，你不能一份就要互伊好势。不是讲要好势，就是讲我就是关心你，我就是爱你啊。我惊你以后袂成功，所以我毋通甲你讲一句话，你后来当做遐修饰。咱讲真，迄个人若了解，他就会感恩你。但是伊还未了解到，咱会感觉讲你家己所以讲呢，伫这当中呢，咱讲主笔嘛爱有地位啦，所以讲伫修办当中呢，我们的着度一定要有，咱的着度一定要有。因为咱讲所谓的要谨言慎行嘛，因为咱讲你有道无够，当时啊讲要创造，创造，我较高，我较大，我较厉害，我拢高人一等。所以讲呢，往往这节点，我们就会口不择言的。虽然是做基本面评估，这个真的就是你要不得的事情所以讲呢，或许是刚刚讲，真的在谨言慎行当中呢，也是让我们能够让一个团体呢能够更和谐。那也就是我们不用在修办当中呢各去造下的最后错，真的就是在谨言慎行。你个你违心我不管，其实你的学习的涵养的自己，先退一步，想一下，要安怎会当讲去甲伊圆满，而不是创着这个问题，代表讲我就是正理书加阿金安尼会可怜，你就会失败，因为咱的人员，所以讲呢，或许礼拜六要讲的这个课程呢，我给本主性提醒这几步来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快乐？你就是学不好三种事情，在人事物你没有圆满，所以讲为什么讲咱人？你修办当中，咱唔修办社会上，为什么为人人气这好？为什么为人会人气不高？这个就是要检讨自己。为的是修行道嘛，人道无够。所以讲呢，伫这当中呢，有当时讲要去触犯。那么你触犯当中，还是讲以咱的为人、以处事跟物人事物的问题所以讲就是咱人做人的美感，家己做事的美感，家己对了解世间物件的美感，这个就是你快乐起来。当然伫这当中呢，因为咱讲咱的人缘也如何，咱的路语也如何，因为咱看到你来，咱就去。唔茫叫人看到讲你来，大家拢会应，那是鸟兽散的。人啥物人而来啊？我看收会快，因为安尼讲，人若无啥会叫咱坐出，因为安尼讲，咱人事物当中内底，真的就是有的时候要检讨自己，不是永远是别人的错，所以讲呢，或许是感觉讲，真的啦这一个在修办当中呢，或许啦当然在修办当中也担了很多的罪过错，只不过一直咧想讲，要安怎来减少唔敢讲拢无去触犯掉，但是能够减少的地方，我们尽量减少。那无人讲添得如提拿，迄个
体呐底水就流通啊，你换哪底水？所以讲呢，就讲你成功表演当中，你变得谨言慎行的，我拢感觉讲无较无你唔能从过头，后壁那个而家咧说问题，那个已经造成伤害了。你讲要那个回头更来，真的就是有难点所以讲呢，或许人刚刚讲，真的这个就是我们真的在道场所谓的修。或许讲修不是你也会做，你唔是做到做，你做到大人，做到办代志，那么你当中内底做足个代志，叫做修行，修就是你内在，你办外在跟外好，只不过都是落入一个所以说你福慧双修来对，你要增长他的智慧，唯有就是在修办当中，如何慢慢的，真的。你是要历练自己，你没有历练自己的话呢，即使到最后你要成就自己，而且又会去什么，也去触犯了这所谓的业力，咱咧讲呢，你和一个人无修道，因兜会究竟去做会所以讲呢，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许多人的问题希望讲咱的正常或许也希望说我们连任跟组长呢，在这一个网签的动作来讲，真的就是要多来用一点心你讲可能是你去搞疫情，或许你讲疫情或许讲可能是属于咱道场爱想我们的主书引荐，但是强兵先强将，如果有法度强将的，其实我们的道路会不错的所以讲呢，对了这些网签方面，或许感觉都是较弱一点，较弱一点，所以讲呢，咱要成就的，真的就是有问题的，比较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文化是有益的期待讲咱这前线大人能够多参与在这一个班，能够多的学习体会谢助理这边请一起一般，小红旗让模型3公里全到一公，再公，3公，感谢德师吹公，感谢助理公，公到一公，再公，3公，感谢德师吹公，感谢助理吹公，一起直降，小红旗让模型3公里全到一公。再冲，3冲，直下前面冲，直下人四冲，分道冲，再冲，3冲，直下前面冲，直下人四冲。